主任，我只係種植牙鬆咗，係咪因為我揀嘅牌子唔好啊？我應唔應該話俾佢知，種植牙穩唔穩陣，唔係淨係睇牌子，最緊要係睇前期嘅基礎打得好唔好。好多人只係睇價錢，但忽略咗幾個關鍵因素：骨量夠唔夠？如果骨頭份量唔夠，就勉強去種，就好似喺鬆軟嘅泥沙上面起樓，好容易就會鬆動。牙眼、牙肉健康，如果本身有牙周病或者牙肉發炎又唔處理，就算種咗牙落去，遲早都會出問題。咬合有冇調整好？如果上下牙嘅咬合關係未調好，只種植牙，每日好似俾人用錘仔咁敲打，又點會穩陣呢？等問題真係浮現出嚟嗰陣，通常已經唔係簡單擰緊啲就可以解決㗎啦。所以我通常都會建議大家做種植牙之前，一定要詳細檢查骨量、牙周健康同咬合情況。如果條件唔夠，就要先處理好呢啲問題，千祈唔好為咗快而趕住去做。種植牙唔係求快，係求穩陣。唉，算啦，我仲係話俾佢知啦。